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互咱会当搁一遍来到上帝面前。伫清早的时，咱犹原要同齐来学乐咱的上帝。好不好？咱甲咱身边，甲咱同齐敬拜的咱的村里的人，甲伊讲，愿耶稣的平安伫你内面，愿耶稣的平安伫你内面。感谢主，若是你是家己伫网络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嘛对咱的心中讲，只有耶稣是我真正的平安。感谢主，好不好？咱来到主的面前，咱来做一个祈祷，咱先有悲心，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开咱的心，开咱的嘴，开咱的双手来敬拜学乐伊。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伫这么好的天气内底。主，阮伫网络，阮犹原会当来同齐吟诗学乐你，因为你是赏赐阮平安的主。主帮助阮，互阮伫主你的平安内底，阮会当用欢喜的心情，清早时阮就来学乐你。愿主你的圣神甲阮会在时的智慧三个地带，也祝福每一个来到主你面前来朝见主你面的人。愿感谢学乐你，将一切荣光拢归乎你，因为你是配得阮学乐的主宰，你是创造阮、佮听阮、帮助阮的上帝。愿感谢学乐，将一切荣光拢归乎你。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咱拍手来到上帝面前来同齐来学乐伊。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乐主。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感谢主，只有耶稣是咱心内的平安。愿主的平安拢住伫咱内底，也互咱面对无论安怎的环境，咱拢会当靠耶稣得胜，因为伊是甲咱三个地带的上帝。阿门。咱搁一遍来吟的时阵，当在拍手，大声来唱，大声来宣告，只有主，互咱真正的平安。咱拍手，当在搁来吟，哈利路亚，阿门。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哈利路亚！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
早起来，俄罗斯，透早起来，俄罗斯，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俄罗斯，透早起来，俄罗斯，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再下来三个，我将我的心啊交托你，因为伊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俄罗斯，透早起来，俄罗斯，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俄罗斯，透早起来，俄罗斯，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哈利路亚！因为咱的主是享受平安的主，阿们。感谢主，咱将荣光归于咱的上帝，伊是配得咱落落的上帝。咱来到上帝面前，咱搁要一遍甲主耶稣讲：主，你是帮助我、引导我的上帝。虽然我唔知影头前的路，总是主你知影。主，阮的一生拢行伫你的旨意内底。主啊，只有你会当一步一步引带阮向前。主帮助阮，互阮勇敢壮大，互阮会当搁较济倚靠你。因为只有你是掌管阮生命的主。主帮助阮，互阮来到主你面前，阮会当搁一遍甲主你三句话。主啊，阮要将阮一生的脚步拢放伫你的面前，愿主你引带。咱吟这首诗歌的时阵，嘛对咱的心底甲主讲：主，我愿一生来跟对你，我愿意跟对你。哈利路亚！你的话定我心，当我茫茫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定我心，当我无依靠的时，予我不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的努力，求因你的护着甲疼痛，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的努力，求你让我做你的器具，将力量运用出去。你的话定我心，当我茫茫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主是你，你的听定我心，当我无依靠的时，予我
到主的面前，咱甲主讲主啊，无论阮哪个环境，主阮单单就是要来倚靠你、跟随你。愿主你看阮的心志，也引带阮、帮助阮。哈利路亚！感谢主，咱同齐出声来祈祷。哦，哈利路亚！哦，啦啦吧西哩哩呀，啦啦吧西哩哩。主你是帮助阮的上帝，主啊，只有你是信是倚靠的。是阮通来到主你面前找求的上帝，主啊，主你求主你将你的平安放伫阮内面，主啊，帮助阮每一个跟对你的羊，拢会当伫主你的引带内底。主，阮无论头前要行的是怎的路站，总是阮有耶稣通倚靠。阮是主你的羊，主你嘛要引带阮，帮助阮。哈利路亚！哦。主，只有你是阮通倚靠，主，阮要决定跟对你的脚步。主啊，我会跟对你，将我一生的努力，为让你的后裔甲听到，坚持一生我。咱的形象，甲主讲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的努力，为让你的好调甲听到，坚持一生无限你。主啊，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的努力，为你用我最你的器具，将你。恳求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听分享有最后说，阮伫艰难的时，因为有你的话，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真实的帮助，帮助阮来到主你面前，阮会当搁较坚定，信靠你，因为阮知影主你是信实永活的上帝。阮人生每一个路站，每一个脚步，拢是行伫主你引带的路上。主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搁较济信靠你，坚定伫你，互阮会当将阮的性命放伫主你的脚前。主，阮有啥物会当献互你？阮就来到主你面前，呼求主耶稣，请你应允。无论啥物时阵，求主你拢应允。愿主你帮助阮，互阮伫清早敬拜的时光，嘛是亲像芳芳的祭献互你。愿主你欢喜阮的敬拜，
我们将一切荣光拢归乎你。道道你是配得阮俄勒感谢的上帝，阮感谢俄勒你，愿主你感纳阮。哈利路亚，感谢主，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咱多谢美玲长老带咱做伙敬拜上帝，刷落来报告教会消息。本会消息由冲教会的公告。本会依照高雄中会指示，为着配合高雄市政府的防疫规范，教会所有相关的实体聚会拢暂停到6月28为止。但是拜三的祈祷会、甲拜六青年的崇拜、主日的礼拜台语甲华语场，咱拢会采取网络直播聚会方式来进行，敬请大家务必配合甲参与。伫线上聚会期间，敬请小组长配合以下2点：第一点，要回报逐组伫网络顶面聚会的人数。学青牧区甲儿童牧区的小组长，请务必帮赞囡仔做到奖学金申请的规定事项，以免影响到囡仔的权益。虽然伫疫情的期间袂当实体聚会，但是请兄弟有缘善尽上帝儿女的本分，尽力做到以下5点：聚会不停止，祈祷不停止，传道不停止，奉献不停止，甲行善不停止。教会嘛鼓励大家利用以下各种的方式来奉献。你会当达各种的奉献地家己集中，一个月一遍，摕到办公室来奉献。若有来参加小组的兄弟姊妹，嘛会当请小组长协助来代收甲代转。另外，嘛会当利用周报方面的银行口座来奉献。但是，若转校了后，请联络办公室的单配份干事，各地奉献的项目，以便周报来登录。伫疫情的中间，求主保守咱的心胜过一切。咱来小心防范，但是无得惊吓。请大家多多来祈祷，多多三甲三顾，用实际的行动来为主做美好的干净。本会到6月30日，逐工透早的5点半，会推动复兴祈祷小组线上的祈祷会，欢迎大家上线来参加。嘛，欢迎兄弟会当购买复兴祈祷小组30天的祈祷手册。咱做伙来灵修亲近主，祈祷的手册逐本是90块，请往办公室来订购。109年度的捐献证明的收据已经开立完毕，若有需要索取收据报税的会友，请至办公室来索取。本会为着庆祝释教70周年，会来举办由冲教会设立70周年的 logo 设计精选。甲歌曲创造的精选的活动，欢迎有这方面专业的兄弟姊妹会当踊跃来参加。详细报名表，请洽办公室来索取。因为疫情的关系，咱6月份中职会要延到7月初4来召开，敬请各位中职以及单位的同工切实留意来参加。伫具体消息方面，合作社的消息。若有需要不动产的贷款的部分，需要贷款也是转贷社员，会当往合作社来洽询办理。过来，日本甲子工的协会来举办第29届世界儿童画图的比赛，相关的资讯请往合作社来洽询。以上是这礼拜的报告。若是有需要搁较侪消息，请到影片下骹的资讯栏来看。刷落来是讲道的时间。今仔日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毋捌行过的路，毋捌行过的路。咱做伙来欢迎何爱金牧师。三甲来强守上帝话，记载伫约书亚记第3章第1节到第6节。
约书亚记第3章第1节到第2节，我来共读。天光，约书亚透早起来，甲以色列众人拢离开十亭，来到约旦，还未过去，就歇伫遐听候过河。过3日，官长遍行营中，命令百姓讲：恁看见耶和华恁上帝的约柜，佮看见祭司利未人跟伊的时，就离开恁的所在，来缀因后面。总是恁甲约柜3年约就让2000丈的远，毋通逼近伊，互恁知所着行的路，因为恁平时毋捌行这条路。第5节，约书亚对百姓讲：恁着家己圣洁，因为明仔日耶和华要伫恁中间行奇事。约书亚阁吩咐祭司讲：恁扛约柜起来，伫百姓的头前行。因就扛约柜起来，行伫百姓的头前。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所听的兄弟姊妹，伫线顶、伫电视机头前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会记得我伫细汉的时阵，也未读幼稚园的时，有一摆，我的老爸带着我的大兄甲我做伙坐公车。因为阮住的所在伫庄脚，所以阮要去到市区内面来办代志，顺便来采买一寡日常需要的这物件。当这代志拢办了好势，所要买的这物件拢买着了后，阮就伫这个公车的车牌仔骹，伫遐咧听候要坐公车。因为抑阁细汉，抑阁毋捌字。所以，拢需要靠我的大兄，或者是靠我的爸爸来甲我斗相共。我的阿兄若是甲我讲：“车来呀！”我就会听候车停了后，随爬起哩。虽然迄个时阵我也未读幼稚园，毋过这项代志对我有真深的这个印象。当几班仔车过去了后，果然，我的阿兄就伫遐话：“车来呀，车来呀！”结果有2台车，一前一后。看到车来，我真欢喜。车一个停，我就头一个甲爬起哩。就车了后，后面阁有真侪这坐车的人客，陆陆续续就车。我就找到一个座位，稳心仔甲坐落来。甲爸爸甲我买的这个饮料摕出来开始啉，饮料哪啉哪吹。爸爸甲哥哥因坐伫倒位咧？毋过真奇怪的是，我安怎吹，拢无看到我的爸爸，嘛无看到我的哥哥。哪会安尼？真奇怪。搁看一届。找来找去，规个车顶就是找无我的爸爸甲我的阿兄。了后，我抬头看窗仔外口，这是什么所在啊？这沿途的这景致，愈看愈清楚。搁看车内无一个人是我熟悉。搁来结果，相信大家拢知影。车顶就传来一阵囡仔伫遐大声啼哭的声，因为要找爸爸找无，要找哥哥也找袂到，我的心内感觉真着惊。伫遐吼甲大声细声，目屎流目屎滴，养乐多嘛无买啉啊，众人的暗淡嘛无效。尾仔即个车顶的司机挡袂了，甲车停来了解，到底我是发生什么代志？最后才知影，原来我坐唔到车。原本应该倒转去我的厝的，
应该是伫后壁迄台第2台的车，结果我咧煞坐到第1台，完全毋是倒转去厝的即个方向，因为毋捌去过即个厕所的所在，车顶阁无熟悉的人，无怪迄个时阵的我会遐尼惊吓，会伫车顶妈妈号。加在最后，即个司机真有疼心，甲我送转去即个公车的总站。尾停后一段时间，我才看见我的爸爸坐客停车，足紧张、足着急的来找我。总算最后，我甲我的老爸、甲我的阿兄来团圆。兄姊妹，咱加减拢有即款的经验，有一寡所在是咱过去毋捌去过，有一寡代志是咱过去毋捌做过。同款伫过去，也有一寡以色列人，因嘛是安尼。伫经文一开始就记载第3章第1节，伊讲天光约书亚透早起来，甲以色列众人拢离开色城，来到约旦，也未过去就歇伫遐听候过河。色城伊原文的意思有平洋的意思。色城伊所徛的位置是伫什么所在咧？是伫约旦河东边即个摩押的平洋。伫民数记22章第1节，伊记载讲，以色列人起身扎营伫摩押的平洋，伫约旦河外耶利哥的对面。是安怎以色列人因会扎营伫色城即个所在？伫民数记21章。有记载讲，当即个以色列人因镇压即个阿摩利人的即个王西宏，以及即个巴珊王俄了后，因就一直扎营伫即个所在，而且即个所在是以色列人因准备要进入到迦南地以前，因最后一个扎营的所在。毋那安尼，约书亚嘛是伫遮差派2个人去偷看迦南地以及耶利哥城，所以这个所在也是因开始要出发、要过约旦河的所在。咱对这个经文的记载，咱会当发现，约书亚是一个会当受交托的人。咱的身躯边有圣经，咱做伙来看约书亚记第1章第1节到第2节。咱遮嘛有投影片，会当做伙来看。约书亚记第1章第1到第2节，伊讲耶和华罗卜摩西死了后，耶和华吩咐伦的囝约书亚，就是跟随摩西的，讲我的罗卜摩西死了啦，当你就起来，甲正百姓过这个约旦，去我所赏赐以色列人的地。当约书亚因领受对上帝遐领受这个福。这个吩咐了后，约书亚伊就随时做3项代志。头一项，约书亚伊马上就命令这百姓甲官长骗行伫这个营内，来向大家宣布准备要过约旦河。这个相关的记载就记载伫第1章的第10节甲11节。伫遐宣布，伫遐骗还咱就要备办这个食物，因为3日以内咱就要来进入这个爱过这个约旦。约书亚伊第2项，伊所做的代志，就是伊要求这个约旦河的东边有2个半的这个支派，爱甲因做伙过约旦河。这项的记述嘛，记载伫第1章的12节到18节这个段落内面。约书亚所做第3项代志，
就是伊连袂差派两个人去偷看迦南地甲耶利哥城。约书亚伊毋望讲伊会当有十足的把握，伊会当来得到耶和华上帝所要赏赐互因的地。所以当约书亚派两个人去偷看，这两个人看了倒转来，就将因所看早所看到的情形回报给约书亚。因甲约书亚讲：“约书亚，真正的呢，上帝果然已经将这个所在拢交伫咱的手内面啊！是安怎讲的？伊讲住伫这个约旦河西边这边的人，因拢已经失去奋斗甲征战迄款的气力啊！当约书亚知影了后，过2天透早。”约书亚伊就带领以色列的会众就离开圣殿，因来到约旦河边，早行伫遐在休困。因就是伫遐随时在听候，当时准备要起行。亲爱的姊妹，以色列人因过约旦河的技术，有伊真要紧的意义。这段经文较早前，摩西咧带领以色列百姓咧出埃及。在过红海这个技术有迄个对比性伫遐，耶和华上帝要互约书亚所带领的这个以色列百姓，以及迄个更约柜的祭司，伊讲当因的脚徛伫这个约旦河的河水的时阵，约旦河的水，就是迄种对顶面安尼流落来的水，要砸断，要徛起来。约书亚记第3章15节，伊记载伊讲，伫收成的时阵，这个约旦的水嘛，常常搬过伊的岸。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咧听到这个圣经的经文的时阵，咱有啥物款的感觉？伊讲，当遮的更约柜的人，当遮的百姓，因为较踏伫这个约旦河的水的时阵，约旦河的河水就安那。顶面对顶面流落来水要砸断诶，这水安要啊，要徛起来规堆诶。收成的时阵，迄个水坐到啥？坐到常常搬过迄个海岸咧。亲兄弟，这叫做泛滥成灾啊！这么啊大的一个储水量，是要安怎叫伊迄个对顶面流来迄个水会当砸断啊？会当徛起来规堆啊？这个是无可能。不过，兄弟姊妹，这就亲像是上帝互红海分开同款，互以色列人会当对红海迄个中间迄个大地行过，迄款的心意同款。早前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阵，上帝只是用风挑，米是用火挑来引带以色列百姓。但现在，上帝的约柜要行伫头前，要带领以色列百姓。早前上帝使用摩西来成做伊的奴仆，互有权柄，通过伊所行这最最的心意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嘛，通过安尼，互以色列众百姓安那对摩西拢真尊敬、真敬畏伊。同款，这个时阵，上帝要使用第2代的接班人，就是约书亚。为着要互这个全以色列的会众尊敬约书亚、敬畏约书亚，亲像因早前敬畏摩西同款。所以上帝就通过以色列百姓来过这个约旦河来行新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其实上界主要在讲的是什么？就是在讲上帝对以色列人来听，上帝对以色列这众百姓的拯救。第2节过3日，官长骗赢中，
命令百姓讲：恁看见耶和华恁上帝约柜，佮看见祭司里的人，跟伊的时，就离开恁的所在，来对因的后面。这3天，官长因除了骗惊营中伫遐传播消息以外，这个官长也在提醒以色列百姓。当因准备要起行的时阵，就要按照这个次序来行。什么款的次序呢？约柜要行伫百姓的头前。是安怎约柜必须要行伫以色列百姓的头前？其实，当以色列人因也未离开西奈山的时阵，就已经有这个规矩，起行队伍的次序要安怎行？伫民数记第10章33节有记载，因离开耶和华的山，起身行3日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伫头前行3日的路程，所以迄个时阵约柜就已经伫因的队伍的头前啊。毋那安尼，约柜伫因的头前行3天，要创啥？经文讲。甲因找安息的所在，准备要过河的以色列百姓，伊可能也知影讲，过去捌有一款的例，所以当这个官长伫遮特别咧甲因提醒的时阵，这以色列百姓，亲像咱的经文第4节所讲的，因就伫约柜的后面在行。当因咧行的时阵，佫有要求，必须爱有一段的距离，袂当伤过挖进这个约柜。咱看第4节，伊讲总是恁甲约柜3里约略，就量2000丈的远，毋通逼近因，互恁知所着行的路，因为恁平时毋捌行这条路。伫遮所讲的这个条。是这个古早东方人用来做这个计算的一个单位。这个计算的方法就是对咱肩胛头的关节的这个所在，一直到咱大头母迄个尖尖的所在，安尼的长度算一丈。若是用现在咱的长度来计算，这一丈的长度差不多46到50公分左右。所以。亲像圣经所讲的，若是2000丈的长度，大约就是安那，大约就是差不多920到1000公尺。伫现代的这个中文译本华语的圣经，伊记载讲，对伫这个约柜后壁，因保持约略差不多1公里的这个距离。算的其实不管讲是伫遮约书亚记者所讲的2000丈的长度，或者是现代中文译本所写的1公里，其实两边差不多距离就是安尼。咱会想讲是安怎这个官长要叫百姓甲约柜来距离这么远啊？1公里呢？毋是100-200公尺呢？咱看经文伊讲啥？伊讲毋通逼近因。互恁知所着行的路，我想伫遮可能有几项原因。第一，因为这个约柜是圣的物，伫旧约的时代，约柜是象征上帝同在，所以百姓袂当甲这个约柜伤过亲近。嘛，因为这个约柜是行伫百姓的头前，所以这是咧象征上帝在带领以色列人行头前的路。约书亚要互百姓清楚来看见，讲哇，这个约柜伊是安怎行的？约柜安怎行的时阵，因嘛爱照安尼对伫伊的后壁来行。第二，因为约柜是圣的物，所以这个官长惊百姓伤过挖近这个约柜，甚至伫你的无细字的中间摸着，或者是踏着这个约柜，哇，安尼会致到人死亡呢。第一历代志上卷13章第9节到第10节，伊就有记载有一个叫做乌撒的人，因为伊无细字去摸着去看着迄个约柜，
结果就死啊！在这个历代志上卷这段的经文，伊讲到基顿的五谷场，因为牛着达，佫毋是伊家己的原因呢，是因为牛着达，所以这个乌撒就伸手要换迄个龟，耶和华就受气乌撒，因为伊伸手换迄个约柜，就怕伊，伊就死伫遐，伫上帝面前。无怪这个官长伫遐，哇，不时在提醒百姓啊，咱着要注意啥哦，咱着要谨慎什么代志哦。因为老的迄代以色列人，伊甲摩西拢共款，拢已经伫旷野拢过身，所以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对因来讲，这是因将来毋捌行的一条路。是一条充满困难甲挑战，而且需要倚靠上帝来行的这个信心的路。虽然有可能是挑战多多、困难多多，不过这个是一个会当得到上帝带领、满有稳定的一条路。咱继续来看第5节，约书亚对百姓讲：“恁着家己圣洁，因为明仔日耶和华要伫恁中间行奇事。”约书亚阁吩咐这是讲：“恁扛约柜起来，伫百姓的头前行，因就扛约柜起来，行伫百姓的头前。”这是约书亚因领受上帝吩咐了后，伊头一摆伫所有的以色列会众面前伫讲话。伊命令百姓就爱家己圣洁。为什么要家己圣洁？因为因要为着过长工来做备办。约书亚深深相信，过长工迄个明仔载，上帝就要行奇妙的事。上帝要将这个约旦河塞平迄个所在。就是早前上帝所应允予摩西甲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地，上帝要赏赐予因，所以因听后伫遐要来观看上帝奇妙的作为。就安尼，约书亚就吩咐祭司扛起约柜，行伫百姓的头前，因就离开，勇敢行往这个约旦河。所听下姊妹，现主时的咱，就是咧行过去，咱毋捌行的一条路。咱毋捌拄着即款遮尔啊欠用水、遮尔啊欠用电的情形。咱嘛毋捌拄着遮尔啊严重的疫情，特别现主时咱即个 COVID-19， 这病毒。变种的，是咱无法度掌握掌控的。咱从来捌拄到这么严重的疫情，对到咱要去菜市啊买一个菜，咱拢必须要去叫咱身份证买啊，迄个号码，咱才会当去买。咱嘛毋捌拄到，因为疫情来。咱必须要去暂停所有的实体的礼拜，也是讲咱所有的小组、咱的聚会，甚至咱不得不做一个改变。咱必须爱伫这个网络，咱爱伫线顶，咱较有法度来做礼拜，咱较有法度伫线顶网络顶面，咱才有法度参加咱教会早祷会，甲咱的小组员用手机啊伫遐线顶咧聚会。咱连要关心咱家己属灵的家，咱要关心咱家己的教会，为着咱家己教会来奉献的时阵，咱奉献的方式嘛不得不做一个调整甲改变。对咱来讲，这些代志拢是过去咱将来毋捌拄到的，是咱过去毋捌经历过，甚至咱将来都毋捌想讲会发生这款的代志。虽望伫这款疫情失控，咱出入受到真大的限制。伫这款真无方便的时刻，可能咱的心内嘛充满做惊吓。
咱唔知影要安怎才好，总是伫这个时阵，兄弟姊妹，咱有缘爱伫上帝的面前，咱来感谢上帝。唔那感谢，咱嘛需要来大声阿罗主，因为伫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有甲咱讲：伫世间恁有苦难，独独恁通放心，我已经较赢世间。阿门。主耶稣讲，伊已经赢过世间。过去摩西怎样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经历遐尼多的新约技术。当伊行到迄个无水的所在，摩西就摕起伊的拐啊，伫遐拍石盘，石盘就出水。当因来到拉玛所在，迄个所在的水真苦，无法度啉。摩西就将一块叉甲下伫水内面，迄个水就变成最甘甜。当伊离开这个埃及来到红海的时阵，哎呀！因前无路，退无步，头前就是红海，后壁就是法老的追兵，大只些死啊！相信有真侪因这以色列人，因的心内拢是安尼想：是啊，咱这的人可能就死伫这红海。不过上帝替因开路啊！上帝就伫红海替因开路，好，这以色列百姓因会当行伫迄个大地来过河。同款，上帝要通过咱由衷教诲，咱过去毋捌行的一条路，上帝要互咱做伙去亲身来经历着上帝奇妙的作为。亲兄姊妹，上帝要互咱亲身来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就是咱是毋是有迄个信心甲迄个勇气？咱是毋是愿意互主伫咱的头前来带领咱，来行这条咱毋捌行过的路？虽然这条路有可能真歹行，有可能是弯弯弯弯，或者是起起落落，总是有上帝带领伫咱的头前。这条路，这条有应允的路，搁通得到上帝丰盛稳定的路。虽然过去毋捌行过，总是当咱经历过，咱要大声来学乐咱的主。所听兄弟姊妹，毋免惊，伫这个疫情这么凶、这么猛的时阵，咱毋免惊。这时阵，我要来邀请咱在座、咱伫网络、伫电视机头前参加主日礼拜的所有兄弟姊妹，咱将咱的心来完全放落、完全交托给主。咱求上帝赏赐咱，互咱有信心，会当勇敢来踏出咱的脚步。咱做伙来经历上帝要伫咱的困境的中间，伊要行大个奇妙的事。阿们。这个时阵，咱要做伙来敬拜，咱要做伙来吟诗来学了主，求主帮助咱来挖靠主，勇敢来行咱过去毋捌行过的路。咱做伙来吟，勇敢走出去。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让主爱来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啊，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主，我们跟随你，跟到底了。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让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需要有信心走那个咱需要有信心来行迄个咱袂捌行过迄条路。咱做来祈祷，求上帝来加添咱，互咱有坚强壮大的心。咱内面有迄个惊吓，求主甲咱克去。咱做伙来祈祷，为着咱家己来祈祷，求主帮助咱，果然会当照主所要带领咱的路，咱就安尼勇敢来行。咱坐下来祈祷。哦，亲爱的主，亲爱的上帝，主啊，我感谢你，我快乐你。主啊，伫迄个困境的中间，主你要引带阮到了，我来行一条过去阮不捌行的路。主初开始，我实在心内真惊吓，我实在真着惊，因为过去阮捌安尼，就是主你讲，你已经行过这个世界啦。主啊，你已经行过这个世界啊。主啊，这是你互阮极大的安慰甲祝福。是啦，主，我需要有你来帮助我，用信心，用勇敢的心来行迄个过去阮所捌行过的路。主啊，恳求你帮助我，带领我，互阮所行的路，当我回头的时阵，看见上帝有你的稳定的油伫遐来滴。主，我感谢你，哦，主啊，感谢你，愿你来继续使阮来引带我，拄去阮内面的惊吓，互阮勇敢对你行，将世界。将迄个阮所行到的所在，有所有兄弟姊妹住一个所在，上帝，你的平安就要驶落伫迄个所在，你的带领也要伫遐。主，阮感谢你，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我们继续来，咱继续来来祈祷，咱爱为着这个缅甸这个军政府用武力伫遐咧压制这个人民来互这个人民受到伤害，咱要为着会当早日来停止，咱要做伙来祈祷，互因的国家会当恢复正常的运作。过来，咱嘛爱为着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等这些国家，因嘛受到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病毒的疫情真大影响。咱嘛为着咱的台湾，特别伫北部的所在真严重台北市、新北市、苗栗，拢是真严重的所在。咱嘛爱为着咱的台湾来祈祷、来守望。咱相信，咱嘛为着咱的国产的疫苗，会当紧紧来研发出来，会当来提供予咱的百姓来使用。咱感谢主，日本、美国陆陆续续伸出因的手来甲咱帮助。嘛开始有一寡百姓开始咧做这个日本所赠送予咱的这疫苗，咱为着安尼，咱嘛为着日本甲美国咱来祝福，所以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咱用咱的祈祷，求主施恩带领，
加倍的好，加倍成就伫这个中间，咱同心来祈祷。哦，主啊，主啊，阮要为着这个东南亚的国家缅甸这个所在来祈祷。主啊，你的军政府，来接下这个百姓，可以受到真大的伤害。主啊，你是使到平安的主啊，主啊，你是少数互人充满条件。主啊，愿这个伤害会当早日来停止，主啊，会当早日为互伊国家的正常的运作，帮助咱这个国家，主啊，会当伫这个保护的中间，有缘坚信我个你，我也要为着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等这个国家，因为疫情的关系，主啊，因受到真大的这个威胁。最人的性命，感染着或者是死亡的，主啊，恳求你来怜悯，也帮助伊这相关的卫生单位、国官，这官员，会当紧紧的来找出对策，或者是会当互百姓到遐疫苗，会当来真做身体帮助。特别阮若要为着阮的台湾来守望祈祷，主啊，你北部的所在。这个所在，这个疫情是遐尼啊严重，主啊需要你，我今日就多年我来医过，这个国产的疫苗，我也搁伫咧研究中间，准备要有第三次的这个使用，我恳求你来帮助，相关的这个研发的人员，有对住遐来理会，国家所生产。这个疫苗会当紧紧就市，帮助这国民通过日本、美国因的好意来帮助阮。上帝，你著祝福，大大祝福这两个国家，主啊，互阮台湾整个境界会当早日来解除。多谢主，你听阮的祈祷。这个时阵，咱嘛爱为着咱的教会，咱今年度的成长的目标来祈祷。虽望咱拄着真大的这个挑战，有疫情，各式各样的这个问题甲困难在这个中间，互咱无法度做礼拜，总是咱嘛爱为着咱教会今年度的成长目标来努力来祈祷。咱的人数主日礼拜毋茫会当有800人，咱的小组会当有600位的兄弟姊妹参与，咱的祈祷会会当破百，咱的会员会当增加150个。咱的奉献嘛会当有成长，咱来为着咱的教会来祝福，来为着咱的教会祈祷。同款，咱嘛爱为着教会所推展的事工，伫咱的生命教育，伫咱的得胜者，更新园，伫学校内面的学校的事工，或者是赞美操等等这个事工，咱教会对外的一寡福音的事工，咱求主来帮助，互咱会当用线顶，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成做咱福音事工真大的一个支持。咱嘛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特别伫两者的中间，因的心，因的灵，受到大大亏损，需要咱兄弟姊妹的关心。需要咱兄弟姊妹来提名祈祷，所以这个时阵，咱继续来为着咱的教会今年度的成长的目标，为着咱教会外的所有的事工，为着咱教会身体有欠安的兄弟姊妹，甚至是住伫安养院的、伫厝疗养的，你所知影的兄弟姊妹，咱来提名来为着因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亲爱的上帝，主啊，这个时阵我要为着阮的油葱教会来祈祷。主啊，这个教会是奉你名所设立的。主，阮看起，几啊10年以来，上帝你安尼来施恩来带领，互我的教会伫明年就要迈向第70周年。主啊，你互阮的教会伫遮来真做北高雄这个所在真要紧的条。是一个小木的条，嘛是一个先锋的一个教会。主啊，阮毋茫阮的人数，不管是礼拜
的是小组是基督会，阮所有会员会当来增加，阮嘛毋茫主啊，阮的奉献会当有成长，主啊帮助阮，就是愿意奉献阮所有的伫主你的面前，主甘心乐意奉献的，主你就要来欢喜接纳。主啊，阮将阮的教会摆在上帝手中，就算讲伫这个困难的中间，阮有望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来祝福。愿主你帮助阮，你激励阮正兄弟姊妹，主啊，通过这幸福小组将福音来传出去，这best， 主啊，因会当得到救恩，主啊，因会当加入伫咱的教会中间，主啊，恳求你施恩，阮会将阮的教会对我所有的一切这份的事工。也要交托伫主的面前，愿你来带领每一个部分所参与的当工，上帝你拢大大使用。主感谢你，这是阮要为着阮身躯有欠的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愿意你人的上帝，主啊，你怜悯施恩人的中间，主啊，迄个肉体能请你医治，心灵软弱的主你安慰夫妻，最后通过兄弟姊妹彼此的关怀，可以体会到上帝你的听无离开伫因。主啊，恳求你来带领阮，带领阮，医治阮，医治阮，帮助阮，帮助阮，鼓励阮，鼓励阮。主，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做伙过来吟咱的诗歌副歌。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咱做伙来祈祷。主要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就垂听。当阮在祈祷的时阵，主，阮相信你就听。主，阮感谢你，赏赐予阮有祈祷的权柄。主，这个时阵，阮将所有的线顶顶面的同心敬拜，所有兄弟姊妹摆在上帝你的手中。当恁会当平安去，因为上帝要做恁头前的元帅，因要带领恁，要来保护恁，行伫生命中所有拄着一切的困境。我将你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对一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愿上帝施恩带领咱，互咱勇敢踏出咱的脚步。主耶稣要去到什么所在，咱就伫主耶稣的后面，咱就对调调。愿上帝祝福咱，祝福咱。阿门。祝大家平安。